取舍与牺牲是人生中常遇到的抉择，反映了价值观和目标之间的平衡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做出各种取舍和牺牲的决定，这些决定可能会影响到个人的成长、家庭的和睦、社会的进步，甚至是整个世界的未来。首先，取舍是指在有限的资源或时间内做出选择。无论是生活中的日常事务，还是事业上的决策，都需要我们理性的考虑，对各种选择进行权衡取舍。例如，一位职业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取舍，可能需要牺牲一些休闲时间来兼顾两者。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取舍，也需要权衡各种利益与后果。然而，这种取舍往往也伴随着牺牲。牺牲是指放弃某些东西或付出代价以换取更重要的目标或价值。这可能是个人的舒适和安逸，也可能是某种权利或物质的放弃。例如，为了追求高学历，一个学生可能需要放弃许多休闲活动和社交时间；一位政治领袖牺牲个人的利益，为了整体社会的进步和稳定做出艰难的政策抉择。这种取舍和牺牲的决策往往考验着个人的智慧和勇气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，每个人面对不同的情况和价值取向，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。有时，取舍和牺牲会造成痛苦和后悔，但它们也是成长和成就的必经之路。这些抉择也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，也涉及到社会和全球层面的问题。全球气候变化、资源分配不均、国际关系等问题，都需要各国政府和全球公民做出艰难的取舍和牺牲，来实现更大的共同利益和永续发展目标。总之，取舍与牺牲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它们反映了个人、社会和全球层面的价值观和责任感。面对这些抉择时，理性思考、勇气和坚持原则是帮助我们做出正确决定的重要因素。通过适当的取舍和牺牲，我们能够实现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，为未来的世界留下更美好的遗产。